好，各位老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光頭啊。最近呢2個月，惠州嘅別墅終於迎嚟咗大跳水啊！喺星河單堤 A 區別墅業主雙拼嘅價格去到5字頭嘅時候，B 區呢位業主亦都坐唔住咯。B 區呢個雙拼而家目前只需要4字頭即可以攞低啊！呢個價格可以咁講，係我從業咁多年以嚟喺星河單堤咁耐最低嘅報價。嚟，我哋一齊睇下樓先啦。OK，呢個單位房間面積咧，一共係411方嘅哈，一共係做咗4房2廳4衛，一共有4個衛生間啊。實用面積可以達到600個方，而花園面積咧係可以達到200平方啊。喺隔離鄰舍為咗個幾平方嘅公共面積爭到面紅耳赤嘅時候，你嘅小朋友已經可以喺度搭住帳篷數星星啦。咁嘅單位你有冇興趣啊？有興趣嘅話，右手邊刷支旗。今日係咁先啦，拜拜。